合唱團喎。喜悅之星合唱團咧，其實咧就係喺2024年成立嘅。我哋係由一班有唱歌恩賜嘅基督徒癌症患者同埋家屬所組成，盼望以身體力行，用歌聲同埋生命去見證主。喺過去1年幾咧，我哋其實參與過好多唔同形式嘅獻唱，包括聖誕報佳音啦、佈道會啦、感恩晚會、追思會、岩關團契等等嘅獻唱。仲有喺今年2月咧，我哋仲去咗澳門，有一個澳門短宣之旅。今日合唱團咧會為大家獻唱2首詩歌，叫做《愛的聲音》同埋《原來我所得的安慰》。呢2首詩歌咧係由我哋合唱團嘅音樂總監兼總指揮陳家健先生所創作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有請喜悅之星合唱團。我係一位肺癌4期病人，長期服用標靶藥治療。我擁有從上帝而來嘅平安。我係一位肝癌患者，復發過4次，換過肝。我擁有從上帝而來嘅平安。我係一位14年惡性肉瘤患者，復發過6次，而家長時間服食標靶藥。我擁有從上帝而嚟嘅平安。我係一位患20年肝癌嘅患者，仲有惡性肉瘤，肝癌復發咗12次，換過肝，切過肺，仲切過肋骨，做過好多次嘅電療、化療。我擁有從上帝而嚟嘅平安。縱然我哋一班癌症患者經歷好多艱難，但係感謝上帝嘅恩典同埋佢所賜下嘅平安，保守住我哋，帶領我哋走過每一個高山低谷。喺聖經詩篇第8篇3至5節，詩人描述咗我哋對上帝一份感恩嘅心聲。聖經係咁樣講：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便說：人算什麼？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？
你竟眷顧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感謝天父唔單止賜下平安，仲讓我哋經歷一份從患難而生嘅安慰。因着呢一份安慰，我哋成為寶貴，能夠做主合用嘅器皿，去祝福身邊嘅人。讓我哋一齊彼此鼓勵同行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，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得靠基督多得安慰。哥林多後書1章4至5節。